发誓，就像这个发誓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咧讲，咱来理解讲，世界上其实就是，安尼是讲，世界上比如讲，咱在行之做咯，就是讲这样物件咧，咧换汤换料变来变去是。但是这样物件是互咱咧提开的用的，咱袂使甲提开讲，这个是因为的，咱若提开讲这是因为的，安尼这个物件变做可能束缚，伊毋是互咱因为。变做可能束缚，但我想讲，我捌一摆坐火车，坐火车，差不多规火车内底拢伫咧耍手机啊。其实这个我面手机啊，敢是配合你伫咧耍手机啊？毋是哦，是配合咱利用手机啊，要较方便，利用手机啊要较有法度保护，比如咱速度紧。譬如咱有当伫处理任何代志，较有法度得心应手。所以讲，因为啊，伊就去甲手机啊错误。比如讲，有一个妹妹，生个就是孤注一掷的，伊就听，伊就去甲妈妈讲，妈妈抱抱，妈妈讲安怎？生气伊生到，我要破关啊，我要破关啊！你找爸爸，你找爸爸。这个妹妹我妈妈不给我抱抱，那个跟他老公，爸爸我要抱抱，爸爸讲，卖吵，我生了已经差不多，要看老些几年，我差不多你去找妈妈，你乐意找妈妈不要吵我，去找爸爸，你给他找爸爸，不要吵我，去找妈妈，那我儿子里面看我叔叔，我说叔叔来。找叔叔好不好？你找叔叔好不好？所以说，这就是所以讲你看，那这几个孩子，一点半体力的动画，去这孩子，那我们因为世界上最伟大是气候，到尾来星空、时空、包括到尾来这是气候，包括讲咱要培养。咱即个拢做游园区，做时间讲咱爱培养，时间培养，功德培养。功德时间咧培养，咱毋通因为内底咧培养，因为内底培养是收会着，有个性是抢会着，抢过来抢会着，培养咱收会着，要抢会着，要收会着，就是各类不同是不同的。咱是讲阿嬷听孙，孙呢，有一届要去运动会，运动会当然伊就去招阿嬷讲，阿嬷你来甲我加油，你来甲我加油，我可能要走到不记，阿嬷听孙，阿嬷讲我无用啊，你家己去好，我就阿嬷就无啦，阿嬷无啦，就去要走无啥人。我忽然间阿嬷想讲，我已经在破时间，来同阮阿孙咧教伊，所以讲就破时间。同时阿孙发现阿嬷来啊，伊的心情吼非常欢喜，阿嬷讲做什么动作？伊问啊，伊就边仔咧，孙仔加油，你若破加油，破到电视机用咧飞出去安尼，你要破安尼加油，伊嘛无讲，我两个咧同伊斗走，但是我其实咧物件有去争。拢无，那么这个老师咧讲，哇，阿嬷你甲我加油，你就变做无力量，冲，结果是第一名，冲这第一名。阿嬷讲，因为你走到第一名，阿嬷讲你冲第一名，你走到第一名，我对你走到第一名，冲到第一名，阿嬷讲你精神上，你爱冲，孙呢，你就接。阿嬷精神上好，你甲我赞成，所以讲我就拼着运。我嘛惊即个孙，伊我就是因为是阿嬷护的，阿嬷呢，伊是讲无了。阿嬷讲我这老我嘛袂当安怎，我就只会当甲你赞成，所以我即个是更加善心，一个。所以讲，咱伫咧想，一定就是咱要
较远的啊，我已经做工地互你啊，跟我无关系啊，我竟然去出，把我讲过来去出去啊。那你讲其实生活上面各方面，低保够艰苦，我做工地，因为我做工地，我回讲我以后，你看你怎么你我的辛苦，你莫去甲我吵，莫去互我艰苦，如何，歹势啦，这枪会是抢的。如果咱的动机若是对这个有问题，伊不但不接受你的工地，而且要甲你定，要做到强迫。所以讲必须怎么样？必须要不能自己做不了。我讲要紧，你讲看嘛别皮，没关系，要紧，这里啊，业朋友，你个人来，咱想的是要讲，我拢总无业的，其实是要讲特别赶紧限制，我才来处理这个业的。所以讲特别限制的时阵，咱就讲无所不但别皮，你跟人讲，你是你的宝贝。来，靠边做这里啦，靠边做这里听，因为我感觉无所不，因为我的心不保持你的执着，这个我一个感觉清净，而且我自然互你要安怎清楚，我不要紧，那这个是特别给我也没到，所以忏悔，这忏推了。这是，然后我话，今年你来管理，你相关的我是什么？我是不但不领钱，我给你免业绩，而且个人讲，你的动机我要让你更加自洽，所以你不出来对无所证明，我说我不是怎么样，人家心情不是这个主张，算性质，所以说。灵性运动，但是运动模式是有出现的，模式但是运动是有出现的。所以讲，咱就是利用个得到平衡之道，得到身体能力。所以讲，无心之错不会破。那上面的无心之错，我是一个最后结论叫做两手菩萨讲的：一切不兴，即地而生。这个无心之错里面。当你若啥物世界上啥物代志，你拢总会看到，而且无生出不心，那个一切不心，一切若不心，你的地位就生，你的地位若生处理世界上的代志，就拢进行无理及无所不，这个是你的地位。那可能是个人里面，是真的，我比较后边我速度啦，所以都要决定。不觉得说总是靠这个不这个，各位粉丝，各位这样表现，我要继续保护你。这就是本期这个粉丝的一个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